我姑媽咧今年就退休啦，咁退休前最後一件事咧就係叫我嚟珠海幫佢睇樓。佢話而家珠海嘅樓價由高位跌咗都超過3、4成啦，係近5年最平嘅時候，再唔出手咧就笨啦。佢俾咗個盤我，叫西澳灣畔。佢話咧聽講呢個盤喺青茂關口附近，行路9分鐘就過關啦。過咗關之後咧就係澳門啦。佢以後想過去行街食飯，真係可以講話走就走啊！我今日咧就專登過嚟幫佢睇下。咁我揸車到咗附近啦，咁姑媽打電話嚟啦。第一句就問個位置好唔好㗎？我行咗一圈，呢度咧距離青茂關口咧直線距離大概800米，拱北口岸、城軌珠海站都係喺附近嘅，3大口岸包圍。我同姑媽講呢個地段咧真係住板，佢聽完喺電話嗰頭笑咗一聲，跟住姑媽又話：孫仔以後過嚟有冇書讀啊？我專登行去南邊睇咗下，下灣小學、下灣中學都係喺附近。姑媽聽完即刻講：咁就好啦。行到樓下咧，見到一個阿伯咧坐喺花園入邊。我埋去傾咗兩句，佢話佢住喺對面呢邊去珠海第2人民醫院，揸車好快就到，長者醫療券都用得到啊！咁我即刻咧就記低話俾姑媽知，佢年紀大，最驚咧就係睇病唔方便。呢個盤嘅容積率咧係1.79，喺拱北呢個地段算係好低密度噶啦。總共2棟樓320個車位，唔會太逼，住起上嚟咧應該係幾舒服嘅。樓下起緊3000平方嘅鄰里中心，將來有商超、餐飲、休閒，落樓就買到新鮮嘢。雖然而家未起好，但係將來咧應該係好方便嘅。呢個盤人車分流，車直接入地庫，總共143個車位，車位比例大概係1比0.45。姑媽話以後大表哥揸車過嚟都算有位泊啊！入到去樣板間睇，總共有4款戶型，最細咧係35平方一房，100萬有找啊！仲有50平方嘅2房單位，64平方嘅3房單位，同埋最大積嘅74平方3房單位，全部都係精裝交付，層高3米，明處明位，廚房通天然氣嘅，仲有陽台。74呢間咧，客廳同主人房咧都係向南嘅。我下午3點鐘去到，陽光直入客廳啊！成間屋咧光猛到不得了啊！姑媽話咧佢最中意就係陽光光猛嘅呢間屋，但係都要講實話，低層聽到少少嘅車流聲，因為係近關口同大橋嘅連接線啦。不過開發商話用雙層嘅隔音玻璃關咗咧，確實都靜好多。姑媽話瞓覺唔怕嘈，問題就唔大。咁35平方嘅一房單位100萬有找，首期15萬就可以上到車啦，月供3000零蚊，仲平過喺香港租個劏房啊！74平方嘅3房單位，總價160萬左右，70年產權嘅住宅單位，唔係公寓。姑媽睇完唔啱。但如果你覺得呢個盤啱你，評論區打西澳